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基甸跟提摩太牧区，就是整个富强教会除了主日学之外最年轻的牧区。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摇滚敬拜了吗？怎么都没有听到声音 ？Hello，everybody， 再一次哦。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摇滚敬拜了吗？好像是不够大声，我们要那种很热情摇滚那种声音哦。你们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摇滚热情的敬拜了吗 ？OK，let's go。第一首《O Come O His Faithful》。Oh, come, oh, come， 准备拍手。你名受称颂荣
信仰，尖叫到满天空，是生命的高光。让歌声一起传扬，越过山岗到各地方。让歌声一起传扬，耶稣基督降生。草地降生，这生就主基督。在快乐圣诞早晨，真是赐下救赎。爱上最大恩，我属永生之道，看万物宇宙万物，我恩典来到。Down the other mountain, over the hills and everywhere. Go down the other mountain, and Jesus Christ is born. Now, 歌声一起传扬，越过山岗到各地方。now 歌声一起传扬，耶稣基督降生，耶稣降生， Go and tell him, 耶稣降生， go and tell him, 耶稣降生，Go and tell him， 耶稣降生。还有第三首。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们用温柔的心来唱这首歌。受困的心灵宣告被释放，绝望的人今日得着盼望，心中的忧愁被化为欢乐，迷失的人现在有方向，罪恶重担今后不再承担，盛开道路我们得着赦免，一把泪滴。